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11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9节，出埃及记第3章13节到20节，路加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权柄。摩西在当埃及王子的时候，虽然是代表着埃及王家，但是呢，他的自我认同呢，却是希伯来人。因此我们看到当他看到这个埃及人埃及的兵丁在欺负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就站出来守护希伯来人。我们看见希伯来人在打架的时候呢，摩西也就出来劝勉他们不可以打架，但是却被质疑来他的权柄。希伯来人就问他说，是谁设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都经常会问到，或是会被问到。我们常常会问对方有什么权柄有什么身份做这个事情就现代社会的制度来说，无论我们是在公部门上班，说是民意代表，或是私人公司单位在上班呢，我们在职务上的权柄都是因为制度或是职位所授权给予的。但这个问题在圣经的角度却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是摩西他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第3章13节到20节，我们看见了摩西的差遣来问差遣他的上帝，他这样子说道。摩西说，当我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祖宗的上帝差我到这里来，他们会问他的名字是什么？那时我该怎样回答呢？上帝说，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你去告诉他们，那位创始城中的主宰差我到你们这里。我是上主，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差你到他们那里，这就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称呼我。你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领袖，告诉他们，我上主，他们祖宗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曾向你显现，要告诉他们，我来到他们当中，已经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他们。我决定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已经受够了苦头，我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子民会听从你对他们说的话，然后你要带以色列的领袖们去见埃及王，对他说，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曾向我们显现，现在请你准许我们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向上主我们的上帝来献祭。我知道除非我逼他，埃及王是不会放你们走的，但是我要用我的全能行各样的神迹来惩罚埃及，最后埃及王才会让你们走的。相同的，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这时间当中，也有祭司长、经学教师以及长老们来质疑他，说，是谁给你权柄？但是耶稣基督以问题来回答他们，他问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却不敢回答，因为他们怕那些相信施洗约翰的众人。所以我们知道呢，他们只是在刻意的刁难，而不是在确认路加福音20章的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记载了这一段的对话。
我们看到经文记载，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宣讲福音，有祭司长、经学教师和长老们来见他，问他：你是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是谁给你这个权呢？请告诉我们。耶稣回答他们：让我先问你们一句话，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权是从上帝还是从人那里来的呢？他们开始争辩起来了，说：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他会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那里来的，群众一定会拿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我们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耶稣就对他们说：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已经是非常明白的了哈，因为他医病赶鬼、行神迹、传福音，来帮助人认识父上帝，就是上帝赐予给他的权柄。诗篇17篇第1节到第9节，上主啊，垂听我的求公道的呼声，求你垂听我的哀求，垂听我诚心的祷告，愿你宣判我无罪，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你知道我的内心，你夜里来监看我，你彻底的考验了我，找不到有什么恶念，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我顺从你的命令，不走暴徒的路，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从来没有偏离。上帝啊，我求告你，因为你必应答我，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我依靠你就能躲避仇敌，求你保护我，像保护自己的眼睛，让我躲避在你的翅膀下，逃避邪恶的人的袭击，仇敌满怀憎恨的围困我。感谢上帝赐下权柄给耶稣基督，使他能够成为救恩的管道，不但将救恩赐给我们，也呼召授权我们成为福音的工人。求主帮助我们更尽心尽力的服侍，传福音给人，使人亲近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